大家好，我哋呢一個與名人對話嘅節目呢，就每一集都會邀請對我哋大家都會關注嘅或者有興趣嘅問題，係有好獨特嘅深入嘅見解嘅一啲城中嘅名人，同我哋一齊討論下呢個問題。咁我哋第一集呢，就非常之榮幸，就請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同我哋傾下呢，最近我哋由特區政府至到社會上咧，都經常會議論嘅國家嘅15規劃，即係第15個即係我哋國家嘅國民經濟同社會發展第15個5年規劃。咁同香港嘅關係，咁啊梁生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有好多深刻嘅見解，最近亦都公開發表過一啲。咁但係咧我就特別揾佢嚟咧同我哋再詳細説明一下佢對15規劃嘅睇法。梁生，好高興有機會咧同你傾下15規劃，因為咧我最近亦都聽到你好多即係就15規劃嘅一啲高見，咁就我覺得我哋好多問題咧仲需要去探討嘅。嗱，咁首先咧就你非常之強調咧。我哋雖然15規劃咧，好似之前幾個規劃一樣咧，都有一個所謂港澳嘅專章啦。但係你就話我哋唔應該淨係睇港澳嗰幾段嘅，應該睇晒。你話由頭睇到尾，同時咧裏邊有好多喺香港嗰幾段之外嘅內容咧，我哋都應該主動舉手去請纓。可唔可以舉啲例咧？譬如裏邊提到有啲乜嘢嘢，我哋應該去舉手請纓嘅咧？喺港澳段落以外咧，有一大段就係個標題叫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咁好多人都包括啲專家咧都覺得，因為我哋國家金融改革開放咧，係喺整個改革開放嘅事業當中係出現得比較遲嘅，因此我哋嘅歷史比較短，咁啊底子比較薄，咁所以金融事業、金融產業喺我哋國內咧，應該話係相對嚟講係個短板。咁我哋而家提出一個目標呢個就係5年內嘅目標，因為我哋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喎，唔係淨係大國喎。咁我哋全國範圍內一個真正意義上嘅國際金融中心喺邊度咧？咁咪香港咯。上海咁喺今次嘅15規劃裏邊咧，都有一句提到上海嘅就係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但係香港咧就係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等等咁嚇。咁所以你話我哋國家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咁香港唔主動起身舉手請纓邊個咧？咁所以呢個對我哋嚟講嘅既係一種責任啦，對國家嚇。同時咧，香港嘅金融業咧，而家已經係最大產業嘛，對香港 GDP 嘅貢獻超過20%啊。第二先係貿易等等，旅遊5%到啫嘛。咁所以香港係好適合做金融，而且咧係可以真係拉高香港嘅人均 GDP。而香港啲青年人亦都因為好嚮往升學嘅時候喺大學嗰度讀類似或者金融或者係啲類似嘅學科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嚇。咁佢就同經濟有關啦，同經濟冇直接關係嘅咧，又係喺港澳嘅段落以外，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我哋知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下邊咧有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咁8年前我咪喺香港快啲成立一個共享基金會嘅，咪喺國外做醫療公衞生援助工作嘛。係啊，我知你去好多地方，咁亦都好適合香港做嘅。咁8年落嚟咧，確實亦都有點貢獻啦嚇，喺人道主義方面或者民間外交方面都有點貢獻。咁所以呢個亦都唔喺港澳嘅段落嗰度嘅，但係好適合實行一國兩制嘅香港做嘅，因為我哋香港籌款啲錢出去方便，我哋攞住個特區護照出行方便，而且我哋有兩文三語嘅優勢等等咁所以你無論話係
經濟好，非經濟領域好，我哋唔睇港澳段落，港澳段落當然要睇啦。但係我哋喺港澳段落以外咧，香港係好多地方可以企身舉手向國家報名請益貢獻力量。我明白啦，所以咧我哋如果真係要更好地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你首先要知道呢個國家發展大局裏邊有啲咩嘢，係咪啊？咁我哋即係先至可以真係融入，同埋呢個服務啊嘛。我提第二個觀點就係，即係除咗話你頭先講到啦，我哋唔好淨係睇港澳嘅段落，我哋要睇全本國家嘅15規劃。我第二個觀點係乜嘢咧？除咗睇國家嘅15規劃嘅全文之外咧，我建議大家再睇省市嘅15規劃，因為國家咁大，你話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咁你去邊度先得㗎？咁你梗個物理平台去做到呢件事啊嘛。咁個物理平台邊度咧？咁或者其實個地理平台啦嚇。咁你要國家咁大，咁你而家講緊係東北啊、西北啊，一係大灣區嘅廣東城市咧，咁都要落喺一個地方。咁同香港各個方面個關係最密切嘅，當然係廣東啦。咁所以我哋建議唔係話上海嘅唔好睇，北京唔好睇。我哋建議咧，大家睇睇廣東嘅15規劃，從而咧睇睇咧廣東嘅，因為讀廣東好大嘅城市，尤其係大灣區係9+2啊嘛，港澳以外有9個廣東城市啊嘛。咁你譬如話睇睇廣州嘅省會城市嘛，睇睇深圳嘅就係經濟特區嘛，就喺我哋旁邊嘛。咁呢啲深圳前可以喺個粵港合作重大平台等等。咁你睇到深圳嘅時候咧，就好具體啦。譬如話我去深圳，我既要融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我知道國家大概譬如話加快建設金融強國要做咩啦。咁喺深圳有啲咩具體嘅條件目標啊等等咧？你睇深圳嘅15規劃就係睇出好多機遇出嚟啦。嗱，不過咁啊，梁生老實講，香港咧，我諗冇乜幾多人好似你咁有嗰個條件。第一就了解國家嘅發展嘅最新嘅、最現實嘅情況。你睇好多喺內地又有國際嘅視野，同埋咧你又仲有咁樣嘅資源魄力去開展咁多嘅工作，包括喺海外冇乜幾多人可以做到。咁嗱，譬如一般人，譬如我就講一般嘅商界啦，又或者好似我哋咁一般教育界啦，點樣去理解我哋去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咧？好似你講，我哋對於深圳甚至或者廣州啊或者廣東省佢哋嘅嗰個發展規劃，我哋又應該點樣去了解咧？首先我哋呢啲人咧有責任嘅，係嘛？即係我哋譬如話做常務政協委員咁嚇，唔係淨係一個銜頭嚟嘅。我哋有責任去學習好，然後融會貫通之後咧，喺社會上用不同嘅方式，譬如今日我對談係一種方式啦，進學校係一種方式啦。最近好多人大政亦都有對，呢個好好嘅嚇。我哋融會貫通之後咧，向譬如話我哋嘅青年人講解啦咁。咁另外我又舉一個例子，就同我啲同學生涯規劃有關嘅。上個星期咧，我哋有啲外國講嘅組織一個推介我哋國家嘅航天事業。我都向在場嘅師生講個觀點，我話大家同學，如果你覺得我唔係讀理工科嘅喎，咁國家航天事業要何關啊？咁我哋國家航天事業當中咧有一個商業航天嗰個部分啊嘛。商業航天係乜嘢啊？我哋睇睇美國啊 Elon Musk 佢嘅 Starlink 係咪做得非常成功噶嘛？咁啲商業航天嘅嘢咧，你需要做市場推廣啦，你需要融資啦，因為你做個衛星都幾範本嘅，咁你需要做生意都係自己出啲借啲翻嚟咁。你需要融資啦，咁你發射亦都需要成本噶嘛，咁發射嗰下都可以做融資噶嘛，咁做啲嘢係有一定嘅風險噶嘛，咁你船買保險、車買保險、射火箭都買保險噶嘛，咁啊跟住咧，所有嘢你要講法律噶嘛，要簽法律文件噶嘛，所有呢啲嘢唔係理工科嘅同學做嘅喎，
係我哋讀文科嘅同學，你讀金融好、保險好、法律好，第時咪你個事業發展空間咯咁。咁所以大家應該關心嘅，唔好淨話啊睇到有15規劃裏面有講到航天航空，有講到即係商業航天咁，呢個與我無關，又唔係讀理工科嘅咁，唔係。所以咧總嘅嚟講咧，我哋要拉闊整個視野去睇15，唔好淨係睇港澳嘅段落，唔好淨係睇國家，而係睇咧地方嘅。然後咧我哋去諗諗，你即使係航天都有不讀理工科嘅同學，日後事業發展空間拉闊。而我哋呢啲人咧係個責任向大家講解一下我哋自己少少嘅體會。我哋做教師嘅都有呢個責任。我哋首先自己去學習好先，然後俾我哋嘅同學咧多啲了解國家發展大局。咁嗱，講到同呢個15規劃所謂主動對接啦，我就留意到咧嗰個規劃綱要咧開頭一部分，我自己認為都好重要嘅。佢係分析咗我哋喺15/5嘅時期咧，國家發展嘅嗰個環境啊，咁啊同前幾年真係唔同啦。而家成個形勢啊好大變化，咁啊有啲分析，然後咧就提出咗一啲指導思想嘅。嗱，好似呢啲咁樣嘅內容，我哋又應唔應該去關注咧？我哋國家做15規劃同埋其他類似嘅我哋國家發展嘅大政方針嘅文件咧，確實係好科學嘅，嗰個結構性好強，邏輯性好強。先講大環境，然後講過去嗰14/5規劃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面對咩困難，我哋有啲咩成就，跟住嚟緊嗰5年國際國內嘅大環境係點咁。咁喺呢度咧，我亦都向大家老師同埋同學咧，重複我經常喺社會上推薦嘅呢件事就係我哋睇15規劃，我哋除咗學15規劃嘅內容一個我哋作為國民一份子我哋有咁嘅責任啦。第二個就係睇睇喺務實方面咧，對我哋第時選科就業有啲乜嘢啟發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學文字技巧，學寫呢啲報告文學嘅技巧，往往咧，譬如我頭先舉一個例子，15規劃裏邊有一個標題叫做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我哋見到好多15規劃裏邊嘅目標好短，10個8個字。一句説話咧，前面係一個句號，後邊一個句號。咁呢10個8個字咧，就我哋未來5年舉國上下一個奮鬥嘅目標咁。咁一句説話往往係點樣寫嘅咧？我要講佢結構性你唔好講話成篇160幾頁紙前後呼應嗰個結構性啦。就係一句説話10個8個字咧，佢結構性係乜嘢咧？頭嗰2個字或者4個字動詞，加快係動詞，建設係動詞，跟住個主體係咩嘢咧？金融強國，加快建設金融強國，一句説話舉國上下做咗佢咁。我成日同社會上啲朋友講咧，我自己都咁做嘅。你一路睇你揾個星期六下晝斟杯茶坐定定，老師好同學好就揭一下。你唔需要每一句咧，前面一句後邊一句，你停落嚟思考半個鐘頭唔使，你揭一路咁睇，眼落喺嗰啲文字嗰度，然後咧你遇到我頭先講嘅，譬如嗰啲動詞，你將佢寫落嚟，慢慢咧你有一個即係你個人嘅一個詞彙，你第時寫文好有幫助嘅，呢啲動詞係好有幫助嘅，你就變咗第時我哋寫文章，譬如我哋學校我哋個發展目標咁。嚟緊5年，我哋學校做啲乜嘢嘢咁？咁呢啲動詞咪喺嘅加快建設乜嘢咁。咁所以我覺得我哋睇15規劃咧，其實喺好多方面有得着嘅。係啊，你講到呢度咧，我哋即係我留意到咧，就啱即係嗰個規劃綱要發表嘅時候咧，咁第一我哋有啲人就注意到，即係首先當然睇即係港澳嗰啲篇章啦。首先注意到咧，除咗講嗰個融入之外咧，就加多個服務。咁我自己都諗咗一排，加多服務呢2個字咧，到底有啲咩特別嘅意義，有咩新嘅意義咧？好似你咁講咧，我注意到即係我哋國家呢啲咁嘅文字係好講究，都唔係隨便加落去嘅。
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你剛才講好多嗰啲動詞咧，你真係用咗好多動詞㗎啦。正話你都提過啦，鞏固提高。咁啊，即係嗰3個中心就鞏固提高，有啲就加強㗎喎。係啊。誒之前咧，我哋即係我哋即係聽到政府有啲人咁講啦。哎呀，以前咧即係14年嘅時候咧，講到港澳嘅時候咧，係講叫做點啊？即係保持港澳繁榮，即係繁榮穩定，保持我哋繁榮。而家唔係啊，而家講促進啊。咁又唔同咗兩個動詞。唔同嘅，係啊。咁如果唔係，即係我諗我哋嘅老師或者同學，如果唔係經常閱讀我哋內地嘅呢啲文章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咧就分唔清楚嘅。係咪啊？係呢個都係一個不斷學習啦。我即係包括我個人在內，都係一個不斷學習、一個自我進步嘅一個過程嚟嘅。頭先你講到即係鞏固提升啊，呢啲確實係咁嘅。譬如話你用十五規劃裏邊有嘅一啲概念，我哋有傳統產業呢個概念，有新興產業嘅概念，有未來產業呢個概念。如果你用個概念去套入頭先你講嘅鞏固提升，譬如話香港嘅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咁，鞏固就係乜嘢咧？我哋傳統產業就係葵涌嘅貨櫃碼頭，咪鞏固咯。傳統嘢啊嘛，你繼續做，唔好抌咗佢咁。咁所以喺關於香港嘅段落裏邊咧，有句説話咧，就係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咁啊動詞就係支持，即係你香港做，國家支持你，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咁。鞏固就係貨櫃碼頭，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就係乜嘢咧？我哋喺國家15規劃裏邊其他嘅段落就經常出現嘅，就係我哋現代嘅航運服務業，即係做倫敦做嗰啲，人家咧係冇貨櫃碼頭嘅，一條小小嘅泰晤士河嚇，人哋坐喺寫字樓裏邊做，捧住部電腦做船舶嘅買賣、租賃、融資、保險、註冊登記，仲有咧法律服務啊，所以呢啲都需要法律服務嘅咁。咁人家嗰個人均產值就高過我哋喺碼頭工作嘅朋友嘅人均產值啦。咁佢就係提升啦。咁所以就提升嚟講咧，就話我哋要發展一啲同航運相關嘅新興產業，我哋鞏固傳統產業，我哋發展新興嘅航運產業，咁要咪提升啦。有啲我哋同航運有關服務業咧，到現在我哋都未識做，而國家係好需要嘅。我哋係航運大國嘛，我哋要成為海洋強國啊嘛。咁香港嘅地方，我哋又係啦，我哋唔企起身舉手請纓啊報名啊，我哋做邊個做咧咁啊？咁所以喺呢啲方面咧，年幾前我同香港航運界啲朋友咧，經過2-3年嘅醖釀，我哋終於成立咗個航商總會，就係做呢啲同航運有關嘅服務業。呢個服務業咧，又係好適合香港人做，尤其我哋啲青年一代。第時大家同學譬如對法律有興趣，你可以諗下除咗做我哋現在傳統嘅法律服務嘅律師之外咧，你可以諗下做航運法律嘅律師，就開始更加專啦。你對金融有興趣嘅，對呢個保險有興趣嘅，保險唔係淨賣人壽保險嘅，呢個船舶嘅保險係如何咧？可以好大生意。而家全世界最大嘅，咁最近因為中東霍爾木斯海峽啊等等呢啲問題咧，大家會注意到英國有個機構叫做勞士啊嘛 ，Lloyd's 啊嘛，佢喺全世界範圍內做呢啲海事保險咧，差唔多壟斷性嘅。咁點解我哋國家有全世界最大嘅船隊，我哋喺香港唔可以做類似嘅保險嘅產業咧？咁所以大家多啲研究，多啲去討論呢啲問題，然後咧我哋可以揾到香港新嘅發展方向，都係為第時我哋嘅青年學生咧揾更好嘅出路。梁生呢番話咧對我哋好有啟發性。嗱，咁除咗呢個航運之外咧，其實咧即係嗰個鞏固提升呢4個字咧，都適用於剛才我哋提過嘅金融中心啦、貿易中心啦，
仲有就嗰個國際航空樞紐嘅喎。嗯，咁喺呢啲領域，我哋都應該循呢個方向諗下，我哋有啲咩點樣提升咧？對，你譬如話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咁，香港而家喺世界上排名排得好前㗎啦，亦都為特區政府帶嚟唔少收入嘅，就係我哋嘅股票市場。但係做股票嘅買賣咧，唔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唯一嘅業務嚟嘅。又翻轉頭我講喺港澳段落以外，國家嘅15規劃裏邊有好幾個段落嘅，就係加快建設金融強國。裏邊有嘅咩嘢咧？提到呢個衍生產品，提到資產證券化，呢啲嘢又係香港優而為之嘅。做呢啲嘢咧，嗰個量可以係非常大嘅。你諗下，如果我哋國家嘅衍生產品同埋呢個資產證券化，香港係個主要嘅平台嘅話咧，咁我哋而家就唔係淨係話1日2000億嘅股票成交嘅收入啦嚇，我哋可以有更加大嘅收入。所以喺金融呢個問題上咧，我哋要知道乜嘢咧？國際金融中心唔係淨係做股票，唔係淨係做商業銀行。如果我哋對一下人家倫敦而家做緊乜嘢嘅，甚至我哋唔好講倫敦，我哋講日本嘅東京做緊乜嘢嘅，日本嘅大阪做緊乜嘢嘅，美國嘅紐約、美國芝加哥做緊乜嘢嘅，我哋對一下就係人哋做緊嘅，往往咧人哋做嘅服務嘅對象咧就係我哋中國。咁點解我哋香港唔做咧？咁所以有啲嘢咧，人哋做緊，我哋未做嘅。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就係我哋嘅新興產業，或者係未來產業裏邊金融嗰部分。剛才講話支持我哋香港鞏固提升我哋嘅競爭優勢嗰度咧，就提咗成10個中心，仲有2個樞紐，咁啊仲有一個即係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呢個咧就係相對比較新，因為嗰啲中心，譬如講3大中心咧，即係你做行政長官嗰陣，我哋已經喺度做緊㗎啦，係咪啊？咁但係比較新嘅咧，就係呢一個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我哋特區政府而家當然都好做咗好功夫咧，去吸引人才，包括內地嘅人才，嚟自即係海外嘅人才嚟啦。我哋其實應該點樣先至做得到真係達到呢個目的，即係國家對我哋呢個期望，成為一個高端人才嘅集聚嘅高地咧？呢個高端人才咧，前面有2個字嘅國際，冇錯，國際係佢冇用到境外，嗱境外咧包括外國，包括內地啦、台灣啦咁嚇，佢亦都冇就咁講話高端人才，佢講嘅係國際，國際咧其實就係乜嘢咧？呢個亦都係香港所長，國家所需，因為呢個香港係一個高度國際化城市。我哋國家要吸引外國嘅國際嘅高端人才，香港係全國範圍內，即係我香港人，我可能有啲主觀嚇，最有吸引力嘅一個城市嚇。英語喺香港普遍使用，仲有就係香港整個環境，你從飲食啊、生活方式啊，你去電影院睇場電影啊，你用個手機睇社交媒體啊，你用部手機嚟去睇國際新聞啊等等，香港都係喺全國範圍內最方便嘅地方，係非常適合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嘅地方。再加上咧，有啲我哋唔一定係日常注意到嘅，就係我哋香港嗰30幾萬菲律賓同埋印地嗰啲姐姐，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嚟㗎。因為你使幾千蚊可以請到個人，你兩夫婦喺外國搬嚟香港，屋企啲家頭細務人幫你打點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嚟嘅。我哋冇呢方面，我哋冇宣傳好。其實好多國際人才嚟香港之後咧，唔係好捨得離開香港咧，
就屋企個太太唔係好捨得離開香港，離開咗香港以後咧，冇人幫手煮飯啊、洗衫啊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香港可以發揮嘅地方。因為係我哋國家嘅15規劃咧，其實地方嘅都係咁樣，係高度濃縮、高度概括、字斟句酌。所以你睇每一句説話嚇，都要睇到佢嗰個核心內容係乜嘢。咁所以個人才問題係國際人才啊，我哋要做好呢個。好有趣，聽到你講呢度咧，我就有一個問題，諗起個問題。我前排咧就去前海睇過，話嗰度又發展好快。咁我就了解到個咁樣嘅情況喎。有啲國際高端人才，佢去前海做嘢。咁前海先至有嗰啲職位俾佢。喂，香港根本冇咁嘅，即係嘅職位咧容納呢啲人才。但係咧，佢住喺香港，就係你正話講過，即係佢覺得香港嘅生活咧，佢係比較習慣，比較喜歡，比較舒適，比較方便咁樣。咁如果咁講法，我哋呢個所謂即係要聚集到呢啲國際高端人才，係咪就係真係就係靠我哋呢個生活方式？我哋唔可以真係通過我哋譬如發展我哋嘅呢個高等教育啦，發展我哋嘅創新科技啦，嚟到真係吸引到啲人才嚟香港做嘢咧？我哋嘅吸引力咧係一個整體性嘅吸引力。頭先我提到我哋嗰30幾萬菲律賓同埋印尼姐姐係咪係一個方面啦。另外亦都好多外邊嘅朋友，包括內地嚟香港嘅朋友，佢哋會講嘅就係香港比內地優勝嘅一個方面係咩咧？我哋嘅食物安全，我哋整個社會安全。我哋可能只緣身在此山中啊，我哋唔知，我哋唔係好突出地重視嚇呢啲方面，但係佢哋注意到啊。咁當然香港亦都或應該咁講，你頭先舉嘅例子前海咁嚇，比起香港亦都有佢哋優勝嘅地方，就係咩咧？佢整個工作環境同埋個居住環境成本比香港低啊！你可以香港1/4嘅租金可以喺前海啊、南沙啊呢啲地方可以租到一個非常好嘅工作嘅辦公室，或者係一個居住嘅單位咁。咁所以頭先你講嗰種情況咧，其實兩邊都有嘅。有一啲朋友咧，佢住喺香港喺前海工作，亦都有啲人咧就選擇喺前海居住過嚟香港工作。咁因此兩地嘅融合啊，我哋講話融入同埋國家發展大局啊，兩地嗰融合咧而家係發展得越嚟越快，尤其係我哋可以睇到即係通關嘅嗰個軟硬建設咧，都發展得唔錯嚇。坐高鐵啊、揸車啊、坐船啊，可以好快咁可以去到內地。而嗰個軟建設方面咧，而家我哋講到啲咩啊，非接觸式嘅通關，可以喺好短時間裏邊好方便都行咗過去啦。咁係啊。咁所以兩地嗰個融合發展，我覺得個勢頭好好。但係我覺得嗰個即係如果我哋呢邊我哋要有一啲規劃性嘅做法，香港第時個發展方向點啊，個速度點啊，重點就喺邊度咧？我覺得都要做兩樣嘢，一個咧就係我哋真係要比較深入咁去了解內地我哋嘅各個合作嘅平台。第二個咧，亦都要讓我哋內地嘅夥伴知道香港嘅所需所能係乜嘢嘢啊？因為兩個社會畢竟嗰個社會制度啊、經濟制度啊，以至文化都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我哋頭先講嘅喺社會上經常宣傳嘅提升國際航空中心地位點回事？香港好多朋友唔知道，內地都好多朋友唔知道喎。咁我哋講話提升國際航空中心地位咧，內地好多朋友話而家我南沙港處理貨櫃碼頭處理貨櫃箱嗰個數量都超過你葵涌啦，你仲講乜嘢啊？咁我哋都要喺呢啲方面咧做好有關嘅呢個説明工作。好啊。嗱，最後我哋都要講講香港自己嗰個5年規劃，因為呢個好新。
咁所以即係我同啲朋友傾嘅咧，好多人都唔理解嘅。咁就首先咧，呢個你正話特別同我哋指出啦，我哋譬如睇好似呢個15規劃綱要呢啲文件咧，都要除咗個內容，我哋要去即係認真學習之外咧，佢嗰個文章嘅嗰個結構啊、邏輯啊，同埋有啲用字嘅精準啊，我哋都要把握。我哋係咪寫我哋自己香港嘅即係香港5年規劃嘅時候咧，都應該首先把握呢啲咁樣嘅基本嘅，譬如我哋而家嗰個全國嗰個即係國家發展規劃法係香港就唔實施嘅，即係佢唔係一條喺香港實施嘅全國性。佢有提到港澳嘅，有提到港澳就佢開宗明義咧就講明係堅持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嚇，冇錯。咁但係佢裏邊提出，譬如話如果講我哋國家、全國甚至內地，你剛才講啲有啲省市啊嗰啲規劃咧，佢列晒有啲咩主要內容啊，同埋咧對於佢點樣編制啊、點樣去審查、點樣通過甚至點樣監督佢實施咧，都有規定嘅喎。咁呢啲嘢我哋雖然喺香港唔實施，我哋要唔要都要參考咧？我哋做呢個計劃。我當然呢個係到最後要特區政府決定啦。但係我覺得5年規劃係目標性嘅，所以佢嗰個性質，因此呢個行文咧應該同我哋每年嘅行政長官嘅施政報告應該係唔同嘅。唔同。咁所以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就相當長啦，好具體啦。但係國家同埋內地地方嘅5年規劃咧，佢都係目標性嘅。我認為喺準備嘅過程當中咧，就喺社會上我知道特區政府攞出嚟諮詢啦。咁特區政府有咗佢一個方向性嘅想法咧，聽下社會上嘅意見，咁又睇下咩嘢可行，咩嘢唔可行，然後行起上嚟嘅時候，你要考慮啲乜嘢？呢啲全部係準備功夫一部分。而嗰個文本身咧，我認為就會係類似內地嘅，無論係省市或者國家嘅5年規劃一樣，佢就係定一啲我哋嚟緊講5年大家共同努力嘅方向。但係內地嘅發展規劃咧，佢有指標喎。雖然有大部分係嗰啲即係預期性嘅指標啦，但係都係約束性指標嘅喎。我哋嘅規劃要唔要有指標咧？香港同內地嗰個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都唔同。最簡單嘅就係內地有大量嘅國企，或者係無論係中央嘅央企或者係地方嘅國企，佢都係國企。一定程度上，你係政府係可以唔好講指揮啊，你可以影響到佢嗰個決策嘅。因為大股東或者甚至乎即係100%嘅嗰個擁有權喺政府手上嘛，佢係一個公營嘅一個單位咁，其實都係為公服務。但係喺香港我哋冇，就算唔好俾內地俾新加坡都係，我哋係冇呢方面嘅力量。咁所以我哋係需要考慮到香港同內地唔同嘅地方，我哋只能夠有啲譬如話喺政策上嘅誘因啊、稅務方面嘅誘因啊等等嚟到促成我哋目標嘅達成咁。咁但係就嗰個寫法嚟講咧，我覺得5年規劃咧，即係一個即係目標性嘅一個規劃文件嚟嘅。我都覺得咁嘅，即係睇我哋即係15規劃嗰啲指標咧，我認為有一點我哋應該係參考嘅。你睇嗰啲指標咧，20個指標當中咧，第一民生福祉嗰度佔咗好多，即係睇到我哋國家對呢方面。咁當然我哋社會主義啦，咁但係香港呢方面，我諗我哋都要做多啲嘅。第二咧，好重視綠色低碳，對嗰啲約束性指標，綠色低碳。對香港我諗呢邊我哋都要做喎，係咪？其實綠色嘅問題咧，過去我哋好重視嘅。你睇頭先提到即係我嗰5年任期啲工作啦，咁我哋當時4大施政嘅重點，其中一個就係環保嘛。咁啊好居然揾到阿星星局長啊，仲有阿陸恭蕙副局長，幫大家做咗唔少。咁而家基本上都冇乜即係新聞報導就
經常報道嘅，大家企喺中環馬路邊揞住個鼻等過馬路啊嗰種嘅情景，有得做嘅。但係我哋個啲目標咧，我覺得一樣可以好似我哋國家咁定出嚟，青山綠水、金山銀山啊呢啲目標。但係嗰個促成嘅手段咧，同內地係會唔同嘅。好啊，嗱，好多嘢仲想向你請教，希望仲有機會，但係我哋時間問題，咁啊只能夠咧就傾到呢度啦。好多謝梁生，多謝。